第5天早上8點，在天童市 Hohimeno Kufusuya Ryokan 酒店早餐。10點退房出發天童高原滑雪場。這個滑雪場一共有3條初級雪道。我哋第2轉開始落雪。我哋前後玩咗4個鐘，下午3點離開前往仙台，距離63 km 約個半鐘車程。下午4點30分到達仙台皇家公園酒店入住1晚包早餐。這間酒店第2次入住，我哋訂了雙連房間，地方好闊落。取房後行咗去對面全公園城購物，約下午6點45分到達仙台市中心的牛正仙台店，繼續食燒肉。我哋一共食咗27,835日元，比昨晚的差唔多平咗一半。第6天早上9點，在仙台皇家公園酒店自助早餐。當天外面天氣不太好，早餐後11點退房。首先過咗去酒店隔離仙台全 Premium Outlets Shopping。過到去冇幾耐就開始落雪，我哋大家都喺呢度唔係做啲嘢。之後向秋保溫泉出發，距離28公里32分鐘。我哋大概2點30分到達 Taiyuaku 入住2晚酒店，一博二食。這裏融合了古色古香和現代感的經典溫泉度假酒店。館內設施有溫泉、大浴場、露天風呂、包租浴池、家庭浴池、桑拿、威士忌酒吧、Lobby Lounge、餐廳、卡拉 OK 室、乒乓球、免費按摩椅、吸煙空間等。房間整潔闊落，浴室乾濕分離，對外下大雪的景都幾靚。之後落咗 Lobby Lounge， 佢哋嗰段時間提供免費飲品小食，包括Asahi Sunbear、蟹堡、燒灼梳打、汽水、咖啡、綠茶、甜品及花生果仁等。供應時間由下午2點到10點。酒店能提供呢個免費酒精飲品都係第一次見。溫泉浴衣需要在大堂自取的，都有2-3款可選擇。我哋換好浴衣之後，當然去酒店的娛樂設施體驗一下。首先去 reception 預留付費卡拉 OK， 飲品可以在 Lobby Lounge 自取的。沿途經過免費乒乓球室。在日本第一次唱 KTV， 原來佢哋有好多香港嘅歌都可以點，但是需要拼音輸入才可以找到。重遊了睡過的故事，未見感情復
緊冰冷。舊的影子，舊的聲音，誕生的痛悲，來追逼我，來衝擊我，無法去話避。KTV 之後5.3到餐廳食自助晚餐，所有酒精飲品也是包括的，也有各款雪糕甜品選擇，各款刺身壽司也有提供，大部分都是獨立一份份，感覺比較衛生。飯後落 lobby shop 睇下有冇嘢買，跟住去溫泉。溫泉後再去 lobby 飲返杯，對着前方明火柴木暖爐又有另一番感覺。大堂上房之前有經過這一間威士忌酒吧，原來都是免費的，當然入去體驗一下。酒吧入邊職員播放黑膠碟懷舊唱片歌曲，幾有特色。於晚上11點關門。第7天早上8點20分先浸溫泉後早餐。早餐後前往 Spring Valley Izumi Kogen， 路程35公里，1小時車程。越接近滑雪場的雪就越落越大，只好維持20到30公里速度。11點45分到達滑雪場，兩位裝備收費8200日元，登山吊車每位5000日元4小時。滑雪場有2條登山吊車，只得1條初級滑雪道，其他主要是中級和高級。天氣太凍和下大雪，我哋下午3點50分離開滑雪場回酒店。下午5點20分晚餐後酒店溫泉，之後打乒乓球和按摩飲嘢休息。第8天早上6點30分的日出，早餐後準備回程仙台機場還車。這個8天的行程一共行了862公里，租車費用54000日元。機場入閘後，只得這一間店可以買些手信，也沒有候機室，整個行程就此結束。